来自屏东望甲儿童文化队，伫台湾世界展望会新春感恩餐会上早来表演，一来是要展现受到资助的学习成果以外，二来嘛是要感谢响应红包团爱，这些有爱的单位甲企业。台湾世界展望会伫年前发起的红包团爱行动，号召社会大众透过助学、健康、平安以及希望4个主题的红包，支持辅助偏向弱势囡仔。我们也邀请说，大家可以透过红包传爱、助学的红包，来帮助这些经济弱势的孩子可以顺利的助学。那平安的红包也帮助这些碰到一些急难的或是医疗的一个状况的家庭，他们可以在最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扶持他们一把，支持他们一把。那希望红包，我们希望可以帮助这些青少年在追求梦想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们的主要照顾者可能在经济的提供或者是资讯的提供没有那么多足够的时间，可是透过社工员的陪伴，那我们帮助这些孩子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他们其实更有目标，可以更明确知道他们要怎么达到。因为这个红包团来计划，互咱台湾这些囡仔会当顺利升学，家长嘛会当学习到就业技能，今后这些偏乡地区为了送餐甲营养品辅助，对着所有社会上的爱心关怀，也互台湾世界展望会非常的感恩。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感恩餐会，邀请长期以来在地一起关心，跟长会一起关心经济弱势孩子、儿少跟家庭的这些捐助人、跟企业还有教会团体一起来到这边，然后也能够透过孩子他们分享他们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他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们所学到的一些才艺，然后来跟这些捐款人来分享。然后捐款人给孩子们多一点的鼓励，其实这也可以成为孩子在接下来2月开学后，他们学习的一个很棒的动力。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经济弱势家庭的儿少他们的一个需要。餐会中除了颁发感谢状和支持行动的单位甲企业以外，受到辅助的儿童文化队甲在地班也拢再来演出，同时嘛有受到帮助少年家分享生命转变故事，场面是相当的温馨。但是文章所为采访报道。